早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17日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昨下晡4点外学校下课时间，一只白色的面如驶经过新德市的虎林国中头前驶对向，启动着2只奥多拜，造成一个71岁妇人人当场死亡。电动驾驶计共有6个人送上病院。警方嘛伫江龙的这只车内底顶悬找到毒品甲假枪，无排除驾驶是因为食毒驶车才出车祸。这台白色的轿车伫咧路的驶正紧，佮偏来偏去，互人看到正惊。尾是去弄到路中的青红灯，车才停落来。因故伊反向驶正紧去弄到2台奥多拜，奥多拜互伊弄甲飞起来，才摔喺涂骹。哦，带小朋友哎，很恐怖哎。对啊，你看小朋友安全帽在地上。民众开车经过虎林国中头前，看到救护人员赶紧将受伤的囡仔扛去救护车要送病院。这件重大交通意外发生在昨下昼4点外，白色的变速轿车反向去弄到2台载损下课的奥多拜，71岁姓钟的阿嬷当场死亡，另外一位70岁阿公送病院，3个4岁到8岁囡仔拢重伤。谁开车的？警方伫现场找到一支道具枪，加小枪送是分段的毒品。赛车的34岁姓片的查甫人，酒测值是0，因过有可能是食毒开车。坐伫副驾驶座30岁女子，牵涉2件通缉案件，想要对面离开时阵，互警方逮捕。骑奥多拜接囡仔下课，抓拄到死亡车祸，加上是伤心震惊。警方将赛车死片的查甫人铐手铐，带回侦讯调查，要予司法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也伫新北的5股和泰山，这几天马上连续发生2件车祸，去弄到路边10多台汽机车。警方做酒测是拢无超磅，也毋过因驶车时是药来害去。警方嘛怀疑因有食毒，已经立检。这台白色的轿车伫路驶甲摇摇摆摆，去弄到头前的交通牌仔，车头赶紧回正。也毋过规路拢安尼摇摇摆摆，甚至弄到头前的车。韩露露看袂在，车身轨向正边偏过去。路边几落台奥多拜规排倒伫咧涂骹，拢是由这台车弄到的。代志发生伫咧新北市泰山，警方调查发现，这个21岁姓区的查甫人，14暗10点半，车驶伫咧明志路2段，去弄到11台奥多拜了，又搁弄到2台驶经过的车，好佳在拢无弄到人。因过，互伊弄到这2台车，其中一个人被测出酒测值是0.15，因为警察认定是伫咧坑道范围内，所以无开单。所幸现场无人伤亡，肇事男子无酒驾情事，但不排除有毒驾情事，因此我们依规定采集尿液送院。警方伫接到报案了，遂派人到现场，伫找陪警方处理的这件案件，刚好也是车去毁掉。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咧5股的成泰路。这台黑色的轿车启动到路边10几台汽机车，连续这2件案件，驾驶拢无酒驾，也有人讲身体无爽快。不过警方无排除是毋是有人食毒，已经将伊的尿送去检验。记者综合报道。也来根据审计部的报告，这3年咱国内有180万架车无按照规定定期去验车。若是安尼驶伫路里，就有可能会因为车害去故障出车祸，就会有风险。所以审计部是要求交通部爱检讨。也若交通部是表示，这3年无乖乖去验车的数量已经愈来愈少啊，这款情形有待改善。大东测试功能够有问题，后一关要通过监理站人员用看的来检查。透早就有未少还未领牌的新车，也是换牌车来到监理所验车。不过，审计部的决算审核报告中指出，过去3年有超过180万台车无依规定检车，其中2021年72万外台次，2022年有55万外台次，去年是有51万外台次。另外，统计这3年有3799件因为基建原因造成车祸案例，因为无验车可能造成灾祸，要求交通部检讨。
审计部所提的检察机关所提供的车辆事故的一个判定为机械或者是刹车原因，那这些都是由当事人所陈述给警察，没有经过专业人员或者是原厂的一个判定当作是一个事故主因，这样的一个结论事先武断。公路局表示，车主无依照规定定期检验会开罚上悬1800块，超过6个月也会注销牌照。那车辆因为交通事故遭受重大损坏时，也要临时检验。其实透过电话简讯等几啊种的宣导管道，我3年来车辆无依规定定检的数据已经逐年下降。交通学者也认为，交通事故有几啊种的样态，那单就无检测来推断造成的因素，恐惊有无公平。单纯归咎因为车子老旧、刹车不良所产生的事故，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比较详细的分析才能够确认出来。他们也没有一个数据跟我们讲说，目前发生车祸的绝大部分是未经由车检通过的车辆，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信息。交通安全协会分析，应该回归验车制度本身检讨，像大检场所敢是有标准无同，造成检车未输形式。另外一方面，检方也应该加强处理，让无检车的人未阁有生存动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伫礼拜暗有一个互年某带24点钟血半的查甫囡仔无喘气送急救。送急救的时，互伫囡仔的喙内底呕出1颗的银角仔，也有一寡细的刺头物啊！而且这个囡仔身躯毛伤，警方和社会局去调查，是发现讲，这个年幼无牌，伊阁违法一届带死的囡仔，即嘛要追究伊的责任。公寓大楼的住户进出拢正常，但是楼下的警卫却无愿意加讲。台中市北屯区15号暗时9点左右，一名一岁半的男童疑似因为吞着异物，踢着呼吸道未喘气，去赶紧送医，但是经过抢救，依然宣告不治。两户啊，我唔知感觉奇怪。哎呀，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我所在是很多那个家庭主妇都是会，你讲倒传囡啊，就是等于那里存万块。本辖某民宅内有幼儿紧急救护案，初步了解为幼儿不明原因吞咽异物，经通报119到场，并送医急救，为该幼儿急救无效，宣告不治。台中市府调查发现，男童妈妈24岁王姓女子，今年3月经过朋友介绍，将幼儿交予48岁新姓女子24点钟照顾，每个月费用25000块，但是新女无保姆登记，也阁违法收托4名幼童。15号迄一天，新女带着一名收托的囡仔出门，由家己的2个囡仔照看其他的幼童。回来厝了后，才发现1岁半的男童面色反白，急救过程为喙吐出1颗银角仔甲7头米。另外也发现男童规身躯有大面积的身骨伤。从男童嘴巴取出1元硬币及小玩具，并发现男童全身有大面积性旧伤。经查，沈姓女子没有保姆登记证，违法收托。社会局表示，新女针对详细好人虐待，强调是男童摔着伤或者是弄着，违法收托是已经违反《离校款法》第26条，会处6000块至3万块的罚款。警方是已经报请司法来调查，要厘清男童确切的死因。记者台中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透东风，水气嘛有较高，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的天气是伫东半部和恒春半岛不时拢会有短暂阵雨，伫大台北地区西半部的山区会是有13雨。过到了后，嘉义以南、苗栗以南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象署伫今仔日是继续针对咱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伫新北是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一人其他10个县市今仔日是到黄色的灯号。西半部今仔日的高温会有34度至36度。一人因为是透偏东风，伫啥方面有顶感的影响，桃园、新竹今仔日的高温拢有机会来到37度以上。东半部是因为透东风，加上今日济云会落雨，所以高温大概是伫32度左右。
来关心礼拜也是有一粒风台波涛霜已经形成，气象署是预估讲，这风台是会走向琉球的方向，和北北加的风台的路径要真相像。拜四上晚近台湾，暂时对咱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即马，伫菲律宾的海面上，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会变风台。中秋节，不管是要烘肉，还是食油仔配茶，上重要的是团圆。嘛会招亲戚50斗阵欣赏过牛。不过，倒一个所在过牛上介清楚，气象署表示，中南部的过牛上清上水，也若北部的云较济，要看过牛就爱看运气。东部这2天会落雨，要看过牛是较有难度。东半部这一带的云层比较厚一些些，赏月指数相对上面是比较低的。桃园以北到北基的这一带，可能会在云中碰碰运气，看看月亮。新竹以南比较偏向晴朗的情形，所以赏月的指数就会比较偏高一些些。另外，目前台湾附近的海面上有2个风台，八必加甲波德松。八必加伫拜一透早登陆上海，波德松伫咧礼拜暗时形成，路径甲八必加足共的。气象署预估拜四会上晚近台湾。除了这2个风台透早伫菲律宾的海面上，佮形成一个低气压，气象署预估拜二有可能会形成第19号的风台苏力。目前西北太平洋上有3个比较明显的热带系统。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嘉，其实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已经登陆到中国上海一带，而今年的第14号台风葡萄桑是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形成的。而至于今天早上8点也有今年的第17号热带性低气压形成，它在菲律宾的东方近海附近。也那这2天中秋节的天气状况，气象署表示受到风台、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天气拢真无稳定，尤其是东半部甲恒春地区拢会规工落阵雨，甚至是闪大雨。台北地区爱留意短时间的阵雨，中南部的天气就较好，不过嘛是爱留意过昼了后的西北雨。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今仔日中秋是旧历的8月半，也毋过今年上大满月是伫明仔旧历的8月16。今年在中秋的月娘是离地球真近，所以会当看到大大粒的超级月娘，而且土星就伫月娘的边仔做伴，所以用目睭就当看到。只是讲因为天气的关系，桃园以北云会较高，大台北地区想要看到月娘，机会敢若一半，只有5成。也伫新竹以南有会当看到月娘，而且机会真大。拜二是中秋节，今年上月会伫黑暗暝看到土星。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最近拄当土星规年上光也上适合观赏的时段，按算伫中秋节迄暗18点22分发生土星合月，土星甲月娘看起来非常晚，大约0.3度。咱会使看到月娘边仔的光点，就是土星。这是21世纪唯一一摆土星合月发生伫中秋节。你会在月亮的旁边看到土星。那我们有统计过，就是在这21世纪以内啊，只有今年的中秋节可以在月亮的旁边看到我们的行星刚好在旁边。除了土星合月，今年中秋节月娘离地球无到36万公里，就是人讲的超级月娘，看起来又阁大又阁圆。对比今年2月份年度上细满月，视觉上直径大约大13%。我们知道月亮绕地球是一个椭圆形。那刚好今年中秋节月亮就在近地点的附近。那在天文科学上，这种现象称为近地满月，那也就是一般所称的超级月亮。气象署也整理出中秋节长江各地月娘出来的时间。本岛上早是宜兰花莲的下晡5点28分。不过，迄天东北部侪分甚至落雨，赏月几率较低。桃园以北可能是月娘大雾，大台北有50%的几率会当看到月娘出来。因那新竹以南、平湖、金门，拢是侪云到好天。台中、高雄赏月指数拢真悬。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联合和平组织第3份指出，受气候变迁的影响，中秋食的两人所内底的鸭卵钱、猪肉、葱啊，也有烘肉的食的蛤蟆、肉，这食材，这10年来起将近要4成。也毋过呢，环境部是认为讲，物价造成波动因素有真多，受气候影响的通货膨胀到底是占偌济？这部分搁爱需要科学来验证。来看联合报。咱台湾老人的人口超过440万人，也个全国有列名册需要关怀的，嘛敢若53000外的老大人。
民意代表这么的积极讲，就是因为人名册伤少啊，这是造成最近这几档毒鸡的老大人孤独死的悲剧直头发生的原因。老人福利联盟就表示，虽然不是大家毒鸡家己大的老人拢需要斗相共，需要帮助，不过老人家己大，这风险确实有较悬。再看《中国时报》。国家卫生研究院一项上新的研究，讲有7成半食过毒的少年女性、少年查某囡仔，伊伫12岁过境前，上无拢有一项伫囡仔时期拄过无好的经验。亲像讲父母离婚，无就是看过女性受暴力的对待，也是感情，也是身体受虐待者的。所以建议爱教囡仔时，才会无好的经验，拢纳入服务方案的评估。来关心金华城这个案，顶一日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是以1200万交保，昨昏伊搁一届互检方叫去问话，也拿维京集团的主席辛庆京，因为身体无爽快，该互送医已经2届啊。昨昏伊的律师是搁一届替伊申请拒保暂停羁押，也拿法院即马是裁定先保件，再搁审理。董事长，今天为什么事情过来？跟金华城案有关系吗？谢谢。北京市小侦办金华城案，以1200万交保的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昨日搁再互人传告案，郭文铁互人羁押禁见已经12天。委任律师陈心元透早伫台北看守所进行录检，差不多2点钟。帮他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没有？没有回应。不过，各界正关心检方是不是规划第3届提审郭文铁，还是进行测验讲白测，甚至甲在押被告对峙。新建经顶礼拜5第2届介好就医，委任律师岳phong如迄暗晡申请拘捕停止羁押。基于人道的考量，他要慎重的去调查。那最后当然还是尊重法院的决定。法院就来表示，因为申请拘捕的羁押增加律师签名，无辛庆京的签名第一啊，爱伫7天内保证了后再搁审查。是来补签名的吗？民众党甲立委黄珊珊最近用刀卡甲大文讲，内政部规范一般性用这奖励，上侪20%是全国拢共，而且台北市用细部计划，互金华城奖励完全无违法的问题。不过，这个讲法去互哪里议员吐槽？当他们在引用台湾省自治条例的时候，我不知道，难道不知道台北市是直辖市，台北市有自己的这个自治条例吗？非常讶异，黄珊珊引用都市计划法25条承认。当时是市政府主动认为，金华城的土地有必要帮他修这个计划。这句话是自证图利而且自证有罪而且一句话把公务员给害死了。台北市政府收到了厂商业者的陈情，依法来进到了都发局跟都委会研议跟审议。那这些也都是依法办理，并没有主动或被动的问题。议员洪建业点名前台北市市政顾问蔡碧如是金华城案稳重办人物，蔡碧如对这件代志是正式否认，并表示要伫18提告。那是北京为了自称昏暗侦办泄露秘密，已经传5个记者到庭说明，并发声明讲相关的报道甲卷证有一寡无符合的所在，消息来源拢不是公务人员，侦办团队无泄露秘密甲侦查内容。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伫昨暗开记者会，针对中信金申请投资新公金这一案提出4大理由原因，因为定义是无同意中信金去收买新公金。对这样子的一个整并案件相关的这个整备跟这个书件上面整备的计划不是这么足够。金管会审查的结果是，反意就是我们不同意。金管会提出4大疑虑，包括中信金投资计划内容对各种整备可能的状况无完整的规划，或若买有够股份的计划，甲整备方案无够完备，对若是无完成整备的事故处理，欠缺具体执行内容，对被投资的事业受险子公司财务状况掌握无够，公开收购以换股来作为支付对价方式，这对双方的股东权益保障无够。中信金控的释股方案内容欠缺具体，我们检视了中信金控所提的内容的依据，没有办法显示可以充分掌握目标公司的受险子公司的损益跟财务状况。金管会强调，合意或者是非合意并购，无多一项有优先性。金管会的政策目标无改变，依然是鼓励金融机构进行良性而且尊重市场秩序的变革。金融市场
虽然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但任何并购行为不能有碍金融秩序跟市场的稳定。彼此竞争也要相互尊重。中信金发新闻稿表示，有关金管会宣布，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申请投资新光金融控股公司案件反议，中国信托金控表示违宪，尊重主管机关的决议。大新金市回应讲，感谢主管机关做出明智的决定，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也希望双方公司的股东最近支持大新新公平。因那新光金控发声明，对金管会反议的决议表示尊重，加大新金融控股公司合并的案件，接落来会依照相关法令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因那诈骗的手法800款，诈骗集团是掠卖哩。行政长杜阳台和金管会的主委昨昏就去国泰世华银行、广银行掠诈骗的成果。行政长杜阳台嘛表示，中央政府伫明年会编73亿个预算来对付诈骗集团。想请问一下，今天领这笔款项的用途是什么呢？现在领钱还要身份证哦。车手假作民众到银行临柜想要领70万现金，互行员发现成功阻止诈骗。原来这是国泰世华银行甲刑事警察局合作演出反诈警警局，就此呼吁各分行爱提高警觉，阻止诈骗。被锁控的账户有高达90%在之后变成警示账户或其他不法可疑账户，让诈团无法操控这些账户。都因为国内定传出金融诈骗，行政院长杜永泰甲金管会主委潘金良，昨日去国泰世华银行、时彩银行业者，按照透过联防机制阻止诈骗。杜永泰表示，中央政府每年已经编列73亿的预算打诈，未来打击诈骗需要建立生态系，因为最近电话工作民众新转户变做人头户新的工棚。银行局表示，银行爱强化甲客户合作，对立职员工新转户爱有风险控管。AI 的导入，我们认为是重中之重。请金融机构，那必须要在资讯方面，在这个科技打诈方面要能够导入之外，那我们也鼓励金融机构，那能够以联防的方式做主诈，应该最有力的一个利器。政府机关专门打击诈骗，唔难为金融民进行。高雄市乌来分局伫今年6月伫辖区金融机构甲超商成功阻止3件诈骗。提醒民众要多一份警觉心，如要投资，还是要循正常管道，以免辛苦钱入了诈骗集团口袋。另外，配合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司法部有个修正草案，电视业若违反防诈条例规定，方开发会限制1年期间内的号码协配数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州休斯顿郊区发生亚速钢导火，火势烧对附近的建筑物，当地政府赶紧撤离当地民众。现场嘛有看到一轿车是烧了了，所以即马初步是判断讲，可能是这架车去弄到亚速钢线。Mile away while we watch the flames and the firefighters do their jobs, trying to protect as many properties as they can. And the fire jumping over Spencer Highway, shutting off that road there. So we just have to hope and pray that there are no injuries. 对天顶看落去，涂口有一空火一直喷出来，边仔有车被烧害，附近的土地也烧到乌草搭，有一寡厝也开始呛烟，警方会拖烧到边仔的建筑物，消防队一直喷水。The fire is contained. Some levels of evacuation have been. We've got evacuations that have occurred, which many of the surrounding businesses, there's too many to list, but HEB, Walmart, we've got 2 schools. It's very hot, so a lot of the house structures that are adjacent to that are still catching on fire. Even product that's in that pipeline burns off. It will be hours. If not into tonight or tomorrow. Do we know what's burning? It's a liquid natural gas. 导火所在是液化天然气输送管，营运商总部设伫咧德州达拉斯的石油管公司 Energy Transfer， 因讲已经甲管线封起来。初步报告是有一个轿车弄到一寡闸门设施，无讲甲正详细。Mostly due to the radiant heat coming from the pipeline fire. And it was light smoke coming up, no major smoke coming off the structures. They were able to get in there and extinguish. 休斯顿是美国炼油厂工厂甲长过了1000公里石油管交汇所在，对全美国上大州德州的居民来讲，是定定听到爆炸甲火灾的消息，但有一寡是造成性命危险。相关代志一直发生，互大家即马直咧注意讲，对居民的安全措施甲环境的影响做了敢无够。
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继续关心美国前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16个半暝啊，佮险防开枪暗杀，即届伊是无受伤。美国嘅总统拜登、副总统贺锦丽遂发出声明谴责暴力行为。也那58岁嫌犯莱恩·鲁斯已经被抓到。案发现场附近的街路，4月当看到警车甲警员加强戒备，包括总督探军甲小花的马丁军，警方动员大批人力追捕走离现场嫌犯。1:30 this afternoon, call came out, shots fired. That was called in by the Secret Service. Because we're in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m all the time, we got a hold of Martin County Sheriff's Office, alerted them, and they spotted the vehicle and pulled it over. And detained the guy. 警方除了伫95号州际公路抓到嫌犯，也伫案发现场附近一个铁丝网外口发现亲像嫌犯使用的装备。In the bushes where this guy was is a AK-47 style rifle with a scope, 2 backpacks which were hung on the fence that had ceramic tile in them, and a GoPro which he was going to take pictures of. 事后调查发现，58岁的嫌犯莱恩·鲁斯登记住址是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为伊过去伫社群网络发表的内容，会当清楚看出鲁斯的政治立场。除了面册封面相片用的是乌克兰的国旗，鲁斯也公开展示家己为华府甲基辅4月走总，用尽方法为乌克兰招募外籍佣兵。鲁斯除了伫美国招募志愿者去乌克兰作战，也向捌伫阿富汗甲美军合作，后来走离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退伍军人。福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鲁斯捌伫破文中讲，伊愿意飞去乌克兰作战，就算是阵亡异乡也会当。另外，《纽约时报》除了佮提起2023年访问鲁斯，讲到为乌克兰走总之外，也讲到伊伫2029年的社群破文指出，伊打算邀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到夏威夷度假，甲金正恩参详安怎解决美国甲北韩的基建参争议。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来关心加拿大航空和技术工会经过15个月谈判，暂时达成协议啊。航空公司答应伫4年内会甲技术加薪水加46%，所以化解大罢工的危机。另外，美国波音公司的员工嘛是伫顶礼拜开始要求要加薪水，要发动罢工。外国媒体是表示讲，若是这工人长期咧要求罢工，安尼波音公司新的飞行机交货恐惊会受到影响。加拿大航空甲代表所属的联航加拿大红色航空，拢总超过5200技术的国际航空公司技术协会。伫经过15个月的谈判了后，赶伫当地时间15，也就是发出罢工通知的最后几分钟前，暂时达成4年协议。不过，这项协议内容目前保守秘密，因为爱听候到后个月工会会员投票了后，才算核准通过。双方的谈判过程也互旅客目真紧张。It's quite worrisome because I'm here and how will I get back? It's a little far to walk. 加拿大航空目前飞行47个国家，所属的670个航班，平均每天载运11万个旅客。国际航空公司技术协会是世界上侪人的技术工会，一直拢伫咧推动为加拿大技术大幅度增加薪水，目的是要甲美国技术的薪水会比平哩。技术工会讲，这届协议上界关键的是为技术4年加薪46%，这为所有的各项技术带来19亿加币，差不多446亿台票。另外，增加薪水。不过，伫过去1礼拜，加拿大超过20万间企业团体烦恼航班停飞会严重冲击经济，拢要求政府介入。不过，去互总理杜鲁道拒绝。So I know every time there's a strike, people say, "Oh, you'll get the government to come in and fix it."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We believe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we're going to keep pushing people to do it. 16年后，美国航太头人波音公司第13个面临大罢工，差不多有33000个工人参加这个行动。波音伫新的合约中，爱4年调薪25%，并改善医疗甲退休金补助等。不过，工会是讲，为2008年以来，公司的起薪都毋捌调悬，根本无法度支持生活的成本，所以以95%压倒性票数否决这项协议，并要求资方爱为因加薪40%。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三星电子伫印度南部的工厂有几百个员工，9月70开始要求因要提关薪水，发起罢工，因无，所以即马工厂无法度继续生产，有104个员工伫昨昏无经过许可就发起游行示威，互警方抓去。来看德国伫昨昏是宣布，因要针对西部、北部的边境进行临时性的管制，这是引起隔壁国的批评。亲像奥地利就警告讲，总共若是德国甲移民送转去两国的边境，安尼奥地利就会甲这移民送去东边的巴尼干半岛。波兰嘛呼吁讲，受德国这项政策影响的国家，拢爱赶紧出来开会讨论。因是烦恼讲，因爱收容更较侪移民，嘛烦恼贸易会受影响。来看中欧和东欧最近在落大水雨，波兰国家广播公司就报讲，波兰的南边当地做大水，当地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上严重的所在是较靠近捷克边境的城市，因希望欧盟会当赶紧去斗相共。继续关心咱国内，逐年是因为过敏去医生看的人数拢超过350万人次，上接发生的过敏前3名是去食到虾啊、毛虾，无就是土豆，主要的症头拢是皮肤会痒、会喘、起荨毛，若上介严重，有可能会死亡。而且，阁有一寡细汉囡仔，其实是对牛奶也是卵会过敏，食煞了后，通常会走饱，无就会吐。抑阁称在新乌去诊断错误，就是讲是胃肠炎。病小儿科的候诊室内面，真侪人等咧要看诊，其中真侪是囡仔过敏的症状来看医生，或真侪做妈妈正头痛。他吃食物也会过敏，吃到那个豆腐啊，然后跟蛋也都会过敏。他有荨麻疹，然后还有鼻子过敏，然后就症状就是会起疹子跟痒。伫台湾真侪囡仔有过敏的症状。根据台湾过敏细菌及临床免疫医学会上新的调查发现，18岁以下的囡仔、青少年食物过敏的比例继续增加，自2004年的7.7%到2017年增加到10.4%，成年人是自6.4%增加到12.5%。上天来看到引起过敏的食物，前3名分别是虾啊、毛虾甲土豆，主要症状是皮肤痒、下骨、出皮、目睭肿。那较严重的可能会休克死亡。过敏性休克就是他可能全身的反应，然后会导致他有一些低血压。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生命的危险，要赶快立即就医。医生提醒讲，有一寡囡仔也有食物两倍，诱发肠炎这寡过敏的症状，对土豆、鸡卵、牛奶这寡食物过敏。那食了会出现腹肚痛、落屎、吐这寡非典型的症状，定定被误诊成这胃肠炎。食药署强调，市面上所卖的食品，拢爱标示这一项过敏性内容物的警示。若无依照食安法，相关会当处300万。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咱来关心中油伫基隆北岛交流道附近的地下管线发包予厂商去修理。礼拜一时，厂商煞甲管线乌甲破去，造成柴油漏油，去污染到基隆的大武仑溪。环保局即嘛是要求中油伫7天内爱处理好势，而且嘛要依法开发。加柴油的锁仔扭起来，出动吸油锁仔、吸油棉片，工作人员共步清理，赶紧善后，全部是柴油的污染。现场的臭味一阵阵，在地居民甲店头闻到头晕目暗，一直咧骂。刚油讲老油啊那尔，就那个味道很重啊，然后出去外面看那个就是油一直溢出来啊。那会熊漏油，原来是中油公司发现地下管线有燃料油渗漏，发包改善医护。不过包的厂商15到场修理，又搁误破管线，造成柴油漏油，甚至流向基隆的大武仑溪。这个工地是我们中油公司基隆营业处在进行一些管线的改善的时候，那委由厂商施工，那厂商产生的一些失误，造成了管线有去做了一些泄漏，都惊垃圾油污染扩大，中油公司得到通报，随派人处理。经过环保局采样，虽然溪水内底无验出重金属，不过相关的行为牵连水污染，也影响空气品质。那下令7天内要完成改善，也要采罚。有部分油脂已经有溢散到七贤桥部分，7堵7仙桥。那中油部分也在7堵的7仙桥跟重治桥那边有设置燃油所。那我们依照水务法30条的部分，我们会裁罚中油或其相关的单位，裁罚3万到300万。
在修理的过程，突车颠倒，互漏油恶化，除了水污罚相关300万，空气品质也超过标准。居民因为臭味真困扰，所以佮要食一张10万块起跳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台东铁部这间公司，互员工指控讲公司欠加班费，佮乌白工扣员工的特休假，长期违反劳基法。即马公司要关门啊，要甲这员工撕头路，嘛无依照劳基法照顾劳工的权益。劳动部即马是表示，会替这员工去找新的头路，而且嘛会介入劳资调解。大解法排除移工，开劳受害。台东染症的员工伫这么热的天气，到劳动部定情抗议，因为台东染症互人控告减快加班费、严加扣特休假，佮实施扣薪的无薪假，严重违反劳动法令。公司无行因薪水，就要伫10月关厂，无顾员工的权益。他之前欠我们的无薪假，还有那个加班费、特休都没有给我们，这没有依法给我们。给我们补偿一点，1年多1个月。先员的劳团讲，根据台东染症提出的大量解雇计划书，唯一的附件资料是宣布关厂的公告，而且依照目前大量解雇的法令，解雇人数敢若纳入本劳81人，完全无纳入移工的人数。各种大量解雇的手段的时候，只是因为移工没有被算到母数里面，移工的欠的还有解雇不算数的话，这其实就会造成实质台劳的受害，就是他没有办法进入大量解雇程序。从以前到现在，全台的就业服务站没有任何双语人员，无法回答移工找工作的疑问，无法替移工介绍工作。劳团要求劳动部先落修法，并确实协助劳工转职。出来接定人事的劳动部官员讲，一定会持续甲通知劳工局协助员工找头路。劳动部对于本外劳的工作权都非常重视，如果转业困难，我们会持续协助。劳动部讲，劳资双方一定8月20进行第2届调解。员工搁去总公司抗议，要求公司要有诚意解决欠薪的问题。总公司并无派人出来接洽。记者敲电话，总公司是拒绝记者的访问。记者综合报道。经济主计总处公布数字，专科毕业的出业生出社会了后，一年的收入中位数是56万9,400，是搁一摆赢过读大学毕业的学生出社会一年应该赚53万9。平均来讲，专科毕业生的收入，即马已经连续14年拢赢过大学生。本身有学着技术，敢有比大学的学历较好哩？为主计总处的调查资料，去年各学历的薪资状况，专科生会当支配所得中位数，搁再超过大学。我本来也想去一些什么中文系什么，但是就会有人跟我说，那个没有什么未来，因为护理科毕业之后，然后考到证照就可以直接上班了，就也不用再找一些其他的。那照教育程度来分，有研究所以上学历的民众，会当支配所得中位数是89.71万，是所有教育程度薪水上悬的。专科生的薪资中位数是56.94万，连续14年超过大学。大学薪水中位数敢若53万9，一年增加0.43%。技职体系基本上他们在学校学的还是个技术，不像普通大学可能学的是个知识。技职体系毕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就已经有实习的经验，而他们可能就会选择留在那个是原实习单位。学者讲，未来学生囡仔选择科系，关系毕业了后薪资成长多少。人的专家是讲，理工科甲文组科的学生毕业了后薪水有增差。特别在这种 AI 风潮的浪潮兴起之下，可能外销导向科技的这种制造业的薪资会高于服务产业。那这种理工组毕业生的薪资优势还是就会明显高于文组学生。有学者建议，学生囡仔想要避免加薪，恐惊爱改变用兴趣找头路，爱改变用工作培养兴趣。那做是读文书铁的大学生，伫学校会当跨领域学习，增加毕业了后的就业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新的学期拄开始，高雄是有学生囡仔发现讲，过去呢，逐礼拜因为4节英文课，也毋过即马读到高中3年啊，只剩3节课。因为因读商的较重视英文，学生囡仔就烦恼讲，安尼调整会影响到读国际部一个学生，影响因的考试。学校是解释讲，安尼调整是对108课纲调整的。若是学生想要加读，会当讨论加课。当时高3冲刺期，大学学生专心听课，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接到投诉，高雄的高3英文课，互学校所减做，一礼拜3节，互部分国无区学生烦恼对备课不利。
周学习成效来评估。每一周的英文课的时数至少要4节课才足够。英文对乡校学生来说，在未来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如果减课的话，对学生是相当不利的。根据了解，香港国际英文综合分20时，当礼拜4节英文课，后来学校因应108课纲，要增加2学分本土语言课程，将英文调整为22学分，造成111年入学，即马的高三学生到高三英文课无增加点到减，不过实际问高三学生大家看法不同。其实还好，我们班对这件事就是保持是中立。现在已经高3了，就是应该要上我们统测要考的东西，而不是去上其他的课程。反弹师生表示，香港英文课比其他上课学校少，自然科学分刷悬出2倍。当然，港科学校高雄高港技海科高3学生也维持逐礼拜4节英文。香港安排明显无合理，呼吁调整课表，学校回应。课表调整要经过相关审议，无法度讲改就改。因为校长没有权利说，好，你某某人哪一节课你不要上，拿来上英文，那个是违法的。所以校长就跟学生承诺讲说，我们可以利用那个第8节，而且也不要影响到辅导课。学校建议第8节也是拜六免费加开英文课，也毋过学生无认同，保证双方无共识。面对香港政治，教育局表示已经要求学校加强英文课程规划，后续会关注课程实施状况，提供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记台的报新闻，昨昏是到北港去报新闻，嘛和北港的南洋国小有合作，提供囡仔一节台记新闻的媒体课，互囡仔知影新闻是安怎采访报送，嘛互囡仔来做小主播，家己报新闻。公司台记台甲咱的新闻摄影片播出来，10月7日咱来到云林北港的南洋国小现场呢，咱有采摄影机，还有拍电光，嘛有主播台，就是由咱的新闻主播来替学生囡仔上课，嘛办一个学生囡仔的台记新闻主播课程，由学生囡仔来试做主播看卖。大家好，我是南洋国小的苏碧云，好看节目一直来。就看公司台语台，南洋国小的囡仔上厉害，逐天新闻带你看天下台。学生轮流坐主播台看文稿，对镜头开嘴自我介绍，练习讲台语。为学生担当，有的讲起来也阁不正有班。比过演讲比赛，学生讲虽然短短啊，不过也是真紧张。为4年开始练闽南话比赛，练到5年去比赛，比赛到区赛。啊，那今仔日来做主播的感觉？就是足紧张的。我是感觉吼，增加因对以后的要从事的活动的工课，能够有一个体验讲，哦，原来你做一个主播，你可能爱需要具备的能力。学校老师表示，家己嘛真想要了解新闻工作人员普通时啊是安怎伫做工课。即马伫学校内就通看到，伊认为这对学生来讲是一个真好的体验，通互因了解各行各业伫做啥，开发应对未来的想象。记者卢尚如、郑俊佑云林报道。文化新简介就带乡亲来看云林北港即卖的大代志是五湖四海宴，工艺师甲因的工艺献互工艺妈。早期北港朝天宫妈祖邀请了后，举办会夜灯拢会替家己破坏妈祖祝寿。即阵北港当地举办五湖四海宴，伫会场有团艺妈。早期呢，伊是北港做豆干、做豆腐破获伫洪西妈祖金丁孙豆干妈。继续咱就来看这。豆干妈是安怎变做即马工艺妈，互艺术来向妈祖献艺。传统工艺文创产业发展协会成员，邀请好豆干铺的团艺妈来禀告，要请伊去到五湖四海宴的会场。传统工艺文创产业发展协会中秋节进前，会办108道的五湖四海宴来敬献互北港朝天宫金金孙的团艺妈。不过，这108道出的不是料理，拢是台湾各地的工艺师准备因上好的工艺作品。除了着咱敬神的这个贡品之外，咱阁有看道的部分，然后艺道的部分。所以咱的这个艺术品每以一个老师互伊一道去传伊的艺术品，做算讲敬神嘛是展览。拄好之前看到一寡。迄个介绍，我较了解讲，哦，原来这是因为看到这个元素去扭出来，甲放大，变成一个工艺展览。伊内底吼有各式各样工艺老师的作品安尼，啊，这足传统的物件安尼，我感觉这献落妈祖，我感觉足有意义的。
北港较早各行各业拢有家己的抱负，就亲像是现代的职业工会。逐当妈祖入境结束，大家抱负举办会或者是家庭团体，拢会举办过路仪式，来办明年新的炉主。完成了后，再过来举办五湖四海宴替妈祖祝寿。这场五湖四海宴要祝寿的团圆马，就是原地北港金针村豆干铺红西的豆干马。豆干铺做的人少啊，所以阮呢怎都有这个工的展览。阮想都要用这个工的展览来加入这个。咱豆干铺，变讲互这豆干铺伊的这个严格会使继续落去，所以阮的名阮嘛无改，伊就是北港朝天宫豆干铺金针村。迄当阵伊嘛有甲妈祖婆请示讲，无就互咱这个工艺师吼，换来互咱工艺师这个会来挂炉主好无？妈祖婆嘛有同意，所以就变做讲，团圆妈，讲豆干铺妈祖就变成咱团圆妈祖。办108道，其中72道是传统工艺，36道是创新工艺。工艺作品搁按照辈分来排，传统工艺文创产业发展协会讲，五湖四海宴有伊的传统，但是嘛爱用创新的方式来进步。毋若是延续传统，嘛希望互大家继续进步。嘿，一种肯定嘛，一种荣幸。安怎讲啊？因为我会感觉我的作品会当伫遮来展，然后大家人欣赏了后，大家人讨论，会当看互咱的物件搁更加进步。当年咱艺术就是捧出来每一道菜，就是都带来较劲，来去拼我们的手路手艺安尼。咱会当来互相的交流，交参考因的意见，然后买当讲会当学习因的工艺的做法。伫法师的带领之下，跋炉主的仪式伫团圆马的面前来进行。协会表示，新的炉主跋出来了后，过路的仪式才拄完成一半。新的炉主来问妈祖婆，讲看伊什么时阵要去新炉主因兜，算讲做客就对啊。跋好时间了后，迄天请妈祖去因兜安坐，才开始整个完整的一个过路的行程安尼。协会讲，因为信仰，互大家挖做伙，因为感谢妈祖的保庇，才用五湖四海的山产海产来敬献妈祖。团圆马的五湖四海宴高达已经举办11届，除了传统敬献的菜式，嘛希望来自五湖四海的工艺师会当做伙来延续传统的工艺文化。记者林慧婷、云林报道。今年拄好嘛是北港朝天宫330周年，北港五湖四海宴计共有请108个艺师，而且是每一个艺师一人一道，用办道的概念献予妈祖108项作品。大家拢甲因上好、上有特色的作品摕出来献予工艺嘛。因仔伫现场嘛有安排北港已经有160年历史的金城村开锣鼓来演出。鼓、锣草、鼓吹拢出动，伫五湖四海宴门口摆场，这个160年历史的金城村开锣鼓，要为妈祖祝寿。咱受个五湖四海这工艺妈邀请，咱来为工艺妈祝寿。一开始先摆场办神请神，过来就奏乐，以后到同后壁才会做送神烧金的动作。金城村开锣鼓伫105年成立。为迄时开始，替北港朝天宫妈祖奏乐。日本时代皇民化运动大量庙市受破坏，不过因为北港朝天宫帮忙，也是甲金城村保存落来。2017年后，云林县政府订了做传统表演艺术文化资产。这个伫105年创立的金城村开锣鼓，到明年就有160年的历史。不过这阵因也拄着传承的问题。妈妈就支持的，因为帮妈祖这样开路。觉得说还不错。有的人嘛想要参加嘛，无一定讲有才能入来参加安尼啊。因为咱学的这物件，无一定讲你学1、2个月，我就学咱学足侪物件，小乐小草，大草拍鼓分车，拢是爱学的。自清朝时期起步，经过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时期，真无简单，一路行到大。金城村开锣鼓，当然透过办活动，互少年辈熟悉北港文化，产生兴趣。嘛有代表性的北港野妈祖开锣灯通带团。记者林玉凯云林报道。再去看世界，刷到咱甲镜头来去泰国。泰国的曼谷有一间野生动物园，最近内底有一只2个月大的河马，伫网络顶悬是真红嘛真清，因为网络顶悬有真侪伊古锥的影片，嘛请真侪游客专工来甲看。伫泰国曼谷东南边的绿山野生动物园，
有一只名叫做大跳肚的母的主路河马阿姨啊，细细只啊，身体圆润润，保育员敢若是安踏天幕同款蒙叶的下海，实在有够高水。大跳肚有当时会向保育员洗性地，喙开开想要甲夹伊的手，去不别的情形，互人看了就好笑。这款画面经过社群媒体传播了，互大跳肚变做网红名称，逐工拢有真侪游客来动物园要看伊。动物园表示，伫最近礼拜假期来园的人数增加要到2倍，有游客一早起7点就开始排队，像伫咧开园的7点45分进前，等咧要买票，入去了就直接走去河马区排长队路长，互园方重新规划参观的路线。互更加侪人会能看到这只大跳肚，这2个月大的大跳肚，伊的相片伫咧社群媒体是4月传，所以动物园也做一寡正古水的图，定期伫咧粉丝页更新，也使一寡大跳肚的周边产品。大跳肚是立山动物园上老的河马伊的查某孙，这种主路河马是濒危不整。根据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的调查，目前全世界只敢出2000多只。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咱先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27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中秋快乐，阖家平安。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